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8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节安尼讲：恁着谨慎，毋通用歹报歹，着不时为着彼此以及所有的人做好事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谨慎，毋通用歹报歹，着不时为人做好事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一切荣光、尊贵、权能，拢归乎你，因为你是独一真活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甲慈爱的主，是掌管万物，阁是愿意阿罗来救阮阮的天父。主啊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敬拜你，学罗你，尊重你至圣的名。主啊，阮知影，若是靠着家己的气力，阮真困难，无用歹来报歹，总是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伫阮要做罪人的时，就带心用疼来对待阮。予基督来替阮死，显明你无条件的疼。主啊，阮就要学习你，予阮无用歹报歹，也就不是为着人来行好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